大家好，我而家就身處台北嘅一間酒店。呢間酒店咧就有啲傳聞嘅，就係一啲鬧鬼嘅傳聞，但係咧就冇一啲好清楚嘅記錄嘅。咁所以我就嚟咗呢度感受下究竟佢咩料咧。咁喺大家會問我究竟呢度係咪真係有嘢之前，咁我就請如果平時淨係聽聲嘅你哋要開畫面啦，因為我今日會導航帶你哋喺呢度行一轉嘅。咁至於有定冇咧？有定冇咧？就等你哋自己去感受啦。咁喺我帶大家行呢個 tour 嘅時候咧，即係我都會有一啲描述俾大家啦。咁亦都順便會同大家分享下呢一區嘅一啲靈異傳聞，因為傳聞中呢一區係好猛嘅。咁究竟係真定假咧？無從稽考，但係我覺得都值得喺呢一個氛圍裡面同大家分享呢啲故事。咁我哋行呢一度咧就係佢嘅 main building， 因為佢有兩邊嘅，呢個係主要嗰邊嘅大堂。你見到有好多好舊嘅陳設啦，呢一個玩意係可以喺對面影相，但係會影到好多個自己。跟住呢度係有條神秘嘅樓梯，落地牢嘅，唔知係咩嚟嘅。呢一度咧就係另外一邊嘅 building 啦，即係我住嗰邊，可以叫做大堂啦，但係冇人嘅基本上。咁你見到都係有好多好舊嘅嘢，同埋佢成個陳設係好似幾十年前啲人嘅屋企。呢啲凳咧係你睇翻70年代或者50、60年代嗰啲電視劇咧，你會見到呢一種梳化。鏡頭一轉嚟到呢度咧，就係去翻 main building 嘅，好似高2層，就係一個 public area 嚟嘅。你見到好舊好舊，所有凳啊、牆紙啊、擺設啊，連啲燈光都配合翻，咁你可以自己幻想下啦。呢個位咧就係一出 lift 望到嗰個位嚟。最恐怖嗰樣嘢咧就係你未嚟過啦，一去到呢層一開 lift，你第一眼見到嘅就係呢件長衫。其實係真係嚇一嚇，佢就係對正你個 lift 門一開就見到，有啲好舊嘅書啦。呢度都係大家都可以嚟嘅 area， 但係其實呢個位永遠都冇人。有啲舊嘅打字機啊，一啲打機嘅嘢啊，呢兩張凳呢個位呢，我到而家睇翻我都好頭痛。至於有啲咩就自己諗啦，唔會有人坐喺嗰度咯。我想講，跟住呢個位點解我會影住盞燈呢？就係因為我影之前呢，其實盞燈係咁喺度斬嘅，但係當我一舉咗機影之後呢，佢又冇再斬過，所以我其實都堅持咗一段時間影嘅，咁但係佢又真係冇斬，但係之後冇拍，佢又有再斬，咁啊繼續都係呢一啲大家都去得嘅環境嚟嘅。見唔見到個篋啊，都係好有一個年代感嘅。跟住呢度有個好大嘅鏡，有一塊好大嘅鏡，似唔似以前嗰啲年代嗰啲做戲嘅人化妝嗰啲位？呢個範圍又係零零舍舍一個角落係咁樣嘅，但係我冇見過有人嘅小朋友喺呢一度，就係擺晒所有嘢玩啊、帳幕啊，但係零零舍舍喺一個角落頭嗰度嘅。總之冇見過人啦，我只可以講呢個位啦。呢個位就係我間房一開門出到嚟嘅位，一開門就見到呢度噶啦。兩張凳好矮嘅。發生咗一件事嘅，其實我本身有一 part 係喺呢度拍嘅。咁我老公當時喺房啦，咁我就同佢講話，我出門口拍啫，話你唔使出嚟啦，我自己自拍得噶啦咁樣。咁佢就喺個房，我就開住房門，然後出咗嚟呢條走廊嗰度。點知我錄咗嗰2句嘢之後，就聽到一個好大聲嘅吹口哨聲，好近。
跟住我就即刻又好驚啊！我衝翻入房就問我老公：你吹口哨？佢話嚇冇啊！第一係佢冇吹口哨，第二係佢聽唔到有人吹口哨，但係其實我只係喺門口出面。酒店嘅 tour 就行完啦，唔知你會唔會有咩感覺呢？如果有嘅，記得留言話俾阿咪知。今次嘅結尾呢，既然講開呢間酒店呢一區，我先做咗少少 research， 發現原來呢一區都好多靈異傳聞嘅，當中呢，有一個商住大廈，有好多好多嘅傳聞，咁就以呢個大廈嘅一啲傳聞作為呢一條片嘅結尾。呢一個地方過去曾經發生過重大嘅命案，之後因為不斷傳出有人跳樓或者自殺嘅事，都俾網友叫做極惡凶宅。跟住就傳聞發生好多靈異事件啦，包括電梯深夜無故發生故障、居民俾鬼砸、夜晚撞見紅衣女子招手等等，連大廈嘅管理員都嚇到離職。之後派出所就進駐嗰度，冇諗到就連警方所謂嘅正氣都鎮壓唔住，直到派出所將警員嘅寢室改成偵訊室，先至有啲改善。佢嘅樓齡已經超過30幾年，當中發生過好多非自然死亡事件，好似係意外墮樓、燒炭自殺、跳樓、暴斃身亡等等。曾經試過有一名老婦人，佢赤裸全身陳屍喺電梯井裏面，警方當時研判佢疑似係踩空失足墮落身亡，但係鑑證人員到而家一直都揾唔到婦人嘅衫，死因亦都成謎。之後有一名身份不明嘅男子用膠袋笠住自己嘅頭跳樓自殺，再之後都有各種嘅自殺身亡新聞出現。之後就有好多靈異事件傳出嚟，好似話居民瞓緊覺嘅時候遇到有人喺耳邊吹氣，驚醒之後竟然聽到一個女人好詭異嘅笑聲，仲有人俾鬼砸，驚醒之後見到一個面孔模糊嘅男人飄咗入衣櫃度消失。更加恐怖嘅係，曾經有一名想跳樓嘅年輕女子被救落嚟之後表示，佢本來係陪男朋友買鞋，但係就莫名其妙被一股力量牽引住，不知不覺咁走到頂樓，向下望竟然見到好多人喺度招手，令人覺得毛骨悚然。網上面都有好多網友表示，過去都聽聞過呢一度真係好陰。之後喺住戶嘅要求下，政府就將派出所搬到呢一度坐鎮，但冇諗到就連警員都遇到難以解釋嘅現象。曾經有資深警員表示，而家嘅偵訊室以前本來係俾佢哋休息嘅寢室，不過太多同仁發現，每次入去房冇開冷氣都會覺得好凍，瞓覺又成日被凍醒。仲有警員醒咗之後發現自己隻腳係有淤青嘅手印，令到好多人都嚇到唔敢入去瞓，之後先改做偵訊室。一個喺嗰度任職咗超過10幾年嘅人透露，自己上任之前已經聽聞過裏面嘅問題㗎喇，亦都舉辦過一啲大型嘅法會，更加請道士一層一層逐層咁樣念經，希望可以安定人心。不過唔止係居民，頭先都講過啦，派出所嘅警員都有好多經歷。一名資深嘅警員就話，自己返工之後聽過好多傳聞，包括備勤室怪怪嘅，有人本來瞓喺呢一個方向，醒咗之後就變成完全另外一個方向，所以後尾備勤室都搬咗上樓上。而佢處理過嘅案裏面，最詭異嘅就係同一日發生2宗跳樓案，但係幾乎係同時跳落嚟嘅命案。僅僅相隔一條街，一男一女分別從唔同嘅地方跳落嚟，
而且通報時間非常近，無線電不斷傳出聲音，一度搞亂咗警方，仲以為係殉情案。不過真係自從20幾年前一名老兵攀爬外牆失足致死嘅事開始，嗰度喪命嘅人數就超過30條人命，而原因更加係經常不得而解。好似某一年嘅2個月期間，就已經有3宗跳樓自殺案。最詭異嘅係，跳樓嘅人都唔係大廈嘅住戶。仲有一個男人係跌落去1樓派出所前面，之後警方仲喺出面掛咗小心墜落物，請勿逗留嘅呢個牌，你話幾咁詭異？講完呢一個地方嘅傳聞，今集就到此為止啦。之後如果想阿咪講啲乜嘢，甚至想阿咪去啲咩地方，或者係飛去啲乜嘢地方靈探的話，留言俾我。我會考慮帶大家一齊去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